常常听人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，台湾推动关怀运动已经50年啊。推动关怀运动的头一年，关怀量只有3800外个单位，到去年已经有285万个单位以上，成长要到750倍。不过，会基金会所发现讲，即卖的少年辈较无爱关怀，台湾搁再碰到这少子化的问题，要安怎鼓励少年人愿意关怀，是这几年推动关怀运动上界困难的问题。 加牙齿，对，压5分钟。休息区饮料、饼干，待会你都可以自己取的。今年24岁的洪小姐，这是伊第2摆来关怀。当初是朋友招伊关怀才开始关，伊也希望家己会使培养定期关怀的惯势。觉得说捐血好像也是不错的事情，而且如果缺这个血型的话，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也做一点什么这样。 台湾推广关怀运动已经50年，关怀运动协会表示，关怀运动第1年关怀量只有3800外个单位，到去年已经有285万个单位以上，成长要750倍，真不简单。17年到80年的时候，就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义的血液足够的国家15国家之一啊。 但是会议基金会发现，那以年龄层分类，台湾关怀上济是30到35岁的人，亲像洪小姐这款有意愿关怀的少年人愈来愈少，即马阁面临少子化危机，安怎鼓励少年人关怀，加做关怀运动永续发展的上大课题。生下来人口就比我们少得多，更让我非常害怕的就是说，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捐血率就是提不上来。发现有缺，然后。 又没有特别怕的，就会想要解锁看看。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成就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有人愿意试试看。洪小姐认为，应该加宣传关怀会当帮助救人这个观念，或这个观念定根在少年辈心内底。会议基金会也等咧规划，透过教育为细汉开始建立关怀的概念，也希望参考卫生机关，招出名人士斗宣传，鼓励更较侪少年人闭枪关怀救人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